大家好啊，我係阿添，想問下大家買股票嗰陣時通常係用咩理由買嘅呢？咁我有聽過有人係中意食雅遜屋嘅零食，所以又去買咗雅遜屋嘅股票。咁亦都有人係相信某某大師嘅意見啦。好多時候都係憑感覺啦，或者相信一啲所謂嘅可靠嘅消息。贏少少錢嗰陣時，可能好快就放咗佢㗎啦。輸緊錢，大家會點做啊？係咪都係會坐到佢返家鄉啊？但係如果我話俾你知，喺你身邊已經有一堆金融專家，24小時為你服務，你仲會唔會咁傻去炒股啊？梗係問呢堆專家啦，呢堆專家係邊個啊？咪就係 AI 咯。講翻自己少少嘅背景先，我係一個喺股市打滾咗接近20年嘅小股民啦，咁係一條老韭菜，被割無數次。咁終於將啲經驗累積同埋最近有 AI 嘅輔助啊，喺24年喺股市贏咗自己第一個1000萬。呢個頻道就分享翻自己少少嘅經驗，點樣用 AI 去武裝自己，由被割韭菜變成一條有人工智能嘅韭菜。因為呢個年代好似乜都加個 AI，好似勁啲咁。咁講咁耐，AI 究竟有咩咁犀利呢？以前我哋做股票分析，絕對係地獄級嘅難度，因為閒閒地一個財務報告都幾百頁。咁我哋唔單止睇嗰隻股票嘅財務報告啦，又睇埋佢同行嘅財務報告去做一個比較啦，再做埋一個市場分析。咁閒閒地一個股票認真嘅股票分析，3、5、7日係走唔得㗎啦。而家係 AI 做一個咁嘅報告要幾耐呢？5分鐘。喺2025年呢9月份，有啲研究已經指出，先進嘅 AI 模型已經可以通過到 CFA 第3級嘅考試。咁係只係用咗幾分鐘嘅時間答題。咁正常嘅人類去考要幾耐呢？要4個幾鐘㗎，同埋個合格率只係得30%左右。有啲朋友仔可能唔知 CFA 係咩嚟嘅，中文就係叫做特許金融分析師，簡單啲嚟講就係金融界嘅一個 master。換句話說啊，如果你可以駕馭 AI，識得問佢哋問題，就等於有一批擁有 CFA 資格嘅金融分析師為你出謀獻策，戰鬥力仲唔即時爆燈咩？Nice。而家市場上咁多隻 AI，咁揀邊隻 AI 做股票分析呢？我直接過濾咗，打埋響標題，話個答案俾你知，佢就係 Perplexity。Perplexity 有4個創辦人，嚟自科技巨頭嘅前員工，好似 Google 啊、Meta 啊，連啲科技大佬 Jeff Bezos、黃仁勳，佢哋都係有份去投資㗎。黃仁勳仲話佢每日都會用 Perplexity。同其他 AI 有咩唔同呢？你可以想像佢係一個 AI 嘅 router，即係話你問佢一個問題，佢會分析翻呢個問題，然後派俾最適合嘅 AI 去回答嘅。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啊，咁譬如你問中文問題，咁當然我哋國內嘅 DeepSeek 係一定比國外嘅 AI 係優勝嘅。所以一個平台佢就可以自動咁用到所有最先進嘅 AI。另外 Perplexity 嘅核心價值就係佢好注重 fact check 嘅，佢每俾一個答案佢都會備註所有呢個資料嘅來源，咁比較少出現一啲所謂 AI 嘅幻覺。Perplexity 喺香港可以直接使用啦，就唔使經過 VPN 嘅。咁啱，如果你係 CSL 客戶嘅話，就可以享有免費1年鋪版嘅使用。咁個優惠期到26年嘅4月30號。咁我啱啱打開咗呢個 Perplexity 嘅呢個 desktop 版啦。咁其實呢個網頁版同手機版，佢哋所有格式啊同埋功能都係一模一樣㗎啦。咁一開始我哋去呢個賬戶嗰度，就有一個個性化嘅。我哋第一步就要做一個自我介紹先，話俾 AI 知我係一個咩人。咁我呢度就會同佢講啦，咁我主要就係響美股市場嗰度啦，咁同埋我係有興趣響一啲 AI 新聞啊，
或者一啲最新嘅科技技術嘅新聞我都中意嘅，同埋一啲國際新聞啦，如果係影響到全球局勢嘅。咁最後我加多一句咧，佢要100%咁準確地回答我嘅問題，全部都要一個 reference 嘅，即係如果有一啲佢揾唔到唔清楚，咁就要求佢直接話俾我知就係唔清楚，就冇俾一個唔可靠嘅答案俾我。咁點解我哋要咁做咧？就等於你話翻俾你個助手知道你嘅要求同埋你嘅性格係咩。咁等到之後你問佢問題，佢都好貼心咁度身訂造咁做翻一個適合嘅答案俾你。做完自我介紹之後咧，咁我哋就翻去啦。如果有玩開 AI 嘅朋友，應該都唔陌生㗎啦。咁我哋就睇下第一個框框啦。咁呢個就係叫做快問快答啦。咁我示範問一個問題俾大家睇，就係capacity 啦。4個創辦人嘅背景，唔使幾秒鐘啦，咁佢就出晒所有創辦人嘅背景出嚟。同其他 AI 有咩唔同咧？咁頭先就講咗，Perplexity 係好着重呢個 fact check 嘅，所以我哋就見到有所有資料都係有呢個來源㗎，都顯示得好清楚。咁我哋睇下下個功能就係呢個研究啦。我自己就90%做股票研究嗰陣時都係用呢個功能㗎。咁佢可以好深入咁樣俾一個報告你。咁當然睇下你問嘅問題有幾多啦，同埋個深入程度係點樣啦。一般佢5-6分鐘就俾到一個好詳細嘅報告啦。咁一陣實戰嘅部分咧，會示範俾大家睇。咁我會抽一隻股票啦，咁去用呢個功能做個基本分析俾大家睇。咁我哋睇第三個功能啊，就係呢個實驗室。咁有咩用咧？咁當你做完一堆研究，咁好多數字好多零碎嘅資料啦，咁佢可以就係做一啲比較精美嘅圖表表格，係幫助你。如果你要 present 嘅話，佢會提供到一啲好好用嚟 present 嘅材料。咁所有功能其實我唔會一一講㗎啦，咁我主要抽一啲咧，我認為係有用，對於股票分析係有用嘅功能就俾大家睇嘅。咁下一個就係呢個發現啦，咁撳入去就係一啲市場嘅新聞啦。大部分嘅新聞都係圍繞 AI 啦、科技有關。因為我已經同佢做咗一個自我介紹，咁我嘅興趣就係睇呢啲嘢，所以佢推送俾我嘅所有資料，你睇到都係科技股或者一啲同 AI 相關嘅股票。咁當然呢啲完全係個人化嘅。如果你想譬如香港樓市嘅資料，咁你可以響自我介紹話俾佢知你係想睇多啲香港樓市嘅新聞嘅。咁佢響呢個新聞嘅推送嗰度咧，就會做翻適當嘅改動。咁下個我哋嚟睇下呢個財務啦。咁財務有7個欄位，咁我覺得其中有2個係比較實用少少嘅。咁我哋直接嚟睇呢個收益啦。收益就係佢會列出每一日啦，有冇呢個業績公佈。我哋往後睇下啦，揾一啲大家比較熟悉嘅股票。我哋去到呢個15號就會有呢個台積電啦，又有 Morgan Stanley 啦，又有 Goldman Sachs 嘅，所以呢個係我自己覺得幾方便。咁下一個就係呢個我覺得比較有用就係呢個篩選器啦。咁其實如果你本身買開股票有一啲證券行嘅 account 嘅話，咁裏邊都有啲篩選器。但係傳統篩選器唔好處喺邊咧？咁其實你要篩選嘅嘢，你要響一大堆欄位嗰度揾嘅話，就比較麻煩嘅。咁呢度嘅話就可以用翻最直觀嘅方法係打你嘅要求。咁我就係示範下俾大家睇。市值係要大過50億啦，咁又細過500億嘅股票，咁咧 P/E 要大過0啦，跟住又 P/E 細過
50啦，咁我哋要賺到錢嘅股票同埋 PE 唔希望太高啦，但同時間我哋都希望佢係一個增長股喎，睇下我哋有冇啲咁嘅股票啦。Annual Growth 啦，我覺得就係大過20%嘅，同埋因為我中意 AI 嘛，咁我哋打 AI related 嘅股票啦。但係而家 AI 就好聰明嘅，你中英夾雜都絕對冇問題㗎。咁你用翻你自己平時就係口講嘅語言就 OK 㗎啦。咁我哋睇下佢會出啲咩出嚟。咁我哋第一陣啦，呢個就可能要用少少時間，但係都唔係幾耐，應該5至10秒左右啊。咁就即刻出到嚟啦。咁有13個結果嘅，但係就大家留意，因為佢係而家只不過係得美股同埋印度嘅股票，咁就冇港股嘅，所以佢列出嚟嘅咧都係美股嚟嘅。再慢慢研究下，我覺得係呢個篩選係比較好用。講完啲基本功能介紹啦，咁開始進入呢個實戰嘅部分。咁我諗大家都有聽過咧，股票分析啊，主要分為兩個流派，就係呢個基本分析啦，同埋呢個技術分析。咁如果你問我兩個流派用邊個咧？咁相信響呢個年代都唔需要問啦，梗係全部都要啦。因為已經係自己唔使做啊，你係老細，你係落 order 同埋決策嗰個，分析啲嘢就交翻俾手下做，就係 AI。咁我哋而家去撳呢個空間啦，咁就係去創建一個空間俾一個股票基本分析嘅。咁如果你未創建過，因為呢個已經之前我創建過㗎啦。咁如果未創建過嘅咧，你可以撳一個新空間啦。咁入邊有啲嘢要你填嘅，咁就係叫咩名啦，同埋你添加一個説明。因為由於我已經創建過，咁我用翻我創建個空間俾大家睇下，係需要輸入啲咩。咁我頭先創建個新空間就擺咗喺度啦，咁入邊冇嘢嘅。咁我撳翻我用開嘅股票基本分析嘅空間啦，撳入去。基本上好簡單，我就打咗個名就係股票基本分析啦。跟住最主要就係呢個使用嘅定義。咁其實就係一段 prompt 嚟嘅啫。咁我就係要佢嚟，第一就係護城河分析啦，就分析下個股票嘅競爭優勢啦，可唔可以持續啦，有冇競爭對手啦，市場份額係點啦。咁第二我就要一個前景嘅分析啦。咁你拆解佢最近2年嘅增長率啊，同埋預測之後嘅增長率係幾多咧？有冇新嘅增長引擎啊？有冇重大投資啊、併購嘅發生啊？咁第三我哋睇一間公司好緊要，佢就係財務報表啦，健唔健康啦，個財務負債比率幾多啊？咁對比同行負債比率算高啊、低啊？有冇現金啊？有冇進行回購啊？咁我哋呢啲對於一隻股票，我哋都係需要知嘅。咁第四，佢而家呢個價錢啊，究竟係叫做高估咗啊，定係低估咗咧？咁佢而家嘅 intrinsic value 係有幾多啦？咁可以我就叫佢攞各大評測機構啦，因為我哋通常都有 Morningstar 啊、做 Google Focus 啊嗰啲評測機構就攞出嚟對比嘅，同埋我要佢標明出處啦，最後再俾多一個綜合觀點。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擺喺空間度咧？因為我哋擺咗喺度咧，就唔使每次都打呢段 prompt。咁我哋就好簡單，我哋只要打，譬如我打分析NVIDIA 嘅，我之前都已經做過呢個 NVIDIA 嘅分析㗎啦。咁基本上做一個深入嘅研究啦，大概要用5-6分鐘嘅時間啦。咁我而家撳一撳俾大家睇個結果係點樣。其實就一個好詳細嘅報告，成個分析啊，有一啲圖表啊，睇到佢個市場佔有率幾多啊，一啲前景嘅分析啦，一啲新產品好似Blackwell 之後就出 Ruby 啊，財務健康嘅分析啦，同埋咁市場究竟普遍覺得佢而家呢個價位係合理定係唔合理咧？最後就AI 有一個自己嘅總結。咁今日咧就唔會同大家一一去睇㗎啦，
因為都係要花啲時間去消化，即使 AI 已經係做咗咁多嘢出嚟。下一集我會就抽一個個股啦，做一個詳細分析。咁我哋點樣利用佢再做一個投資嘅決定呢？呢個年代做一個咁詳細嘅報表，5分鐘搞掂。以前嘅話冇3、7日絕對係做唔到嘅。到呢個價格分析嘅部分啦，本身就用闊路牛牛就畫下圖嘅。但係如果你用Trading View 啊或者 AA Stock，其實都冇分別嘅。咁我依舊用呢個 NVIDIA 作為一個例子，去俾大家睇點樣用 AI 做一個技術分析。咩叫技術分析呢？咁某程度上，我覺得係一個統計學嘅一種，就係用過往嘅一啲價格趨勢啦，再配合一啲數學上嘅分析嚟預測佢之後嘅股價嘅走勢，就為之技術嘅分析。咁另外我哋睇圖表咧，仲有另外第二個好處啦。其實圖表可以話係一個水晶球。想問下大家，市場上咩係最誠實嘅咧？係咪啲新聞啊，或者係嗰啲大師啊？咁通通都唔係啦。喺市場上最誠實嘅當然係錢啦。所以往往股價係行最先嘅。譬如業績嘅部分啦，你會等到出咗業績報告，業績好先嚟升。可能喺業績前半年佢已經係往上升定。所以好多人點解話業績一出嚟好大跌咧？其實市場一早已經預測咗。做呢個技術分析咧就十分之簡單，你就 cap 一張圖俾佢睇就得啦。而家 AI 嘅 vision 嘅能力其實已經係好犀利，你俾一幅圖俾佢，佢可以讀得好仔細。咁我哋而家就 cap 一 cap 圖先啦。我哋就 cap 呢一個部分，咁裡面嘅信息就包括咗2023年1月，大概11月嘅價格到而家啦，跟住裏邊有一啲移動平均線啦，有啲最常用嘅 MACD 啊，同埋嘅成交量響裏邊嘅。咁我哋就直接將幅圖揼上去個 AI 度，咁又打一打叫佢技術分析 NVDA 圖件，睇下佢出啲咩出嚟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咁就出咗個結果出嚟。咁我哋睇下佢出咗啲咩出嚟啊？咁佢有一個按住我哋俾嘅資料有一個分析啦，譬如 MA 啊有咩啟示啊，MACD 裏邊又有一啲咩啟示出嚟㗎？有黃金交叉出咗個黃金交叉，咁成交量嗰啲係偏低，又代表啲乜嘢啊？咁另外下邊嗰度佢會出咗一個好具體嘅交易策略，同埋你入貨嘅價錢啊、止蝕位啊、第一目標價、第二目標價。咁如果你係未接觸過技術分析嘅咧，咁就可以參考下。咁佢出嚟嘅結果，我可以話俾你知，絕對係會比你喺電視上睇嘅咧更加係嚟得專業㗎。咁如果係你已經有一啲技術分析嘅背景，咁其實有時候咧佢會睇到一啲我哋 miss 咗嘅嘢啦。其實作為一個輔助工具係十分之好用。咁今次咧就主要俾大家睇下咧，究竟 AI 可以做到啲乜，所以我就唔會加自己嘅意見啦。咁又係留翻下一次，咁我抽一隻個股去分析嘅。而家嘅 AI 已經係為我哋大大咁減少咗分析嘅時間，令到我哋有更多嘅時間去做呢個注碼嘅管理啦，同埋風險嘅管理。因為始終輸錢咧係我哋肉赤，AI 唔會肉赤。咁睇完，如果有咩問題嘅朋友咧，歡迎留言啦。同如果你係有一隻股票係好想我去分析嘅話咧，咁歡迎都係留言。我抽到時間咧，我會詳細咁用 AI 啦，再結合埋我自己嘅經驗去做一個分析嘅。其實 AI 未來只會越嚟越勁嘅啫，所以我哋應該就係盡快去學習啦，因為佢
可以幫到我哋嘅地方實在係太多。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